这个防疫期间，学生拢伫厝内用电脑、伫线顶来上课。台南北湖的偏乡小校仙草国小真特别哦，因发展着多元的课程，除了课本的内容之外，搁教学生家己伫厝内底做料理，除了训练囡仔独立，嘛来扭紧亲子的关系。老师伫摄影机前介绍料理的制作方式，展示美食节目。这是台南北湖仙草国小线上教学的主题课程。为了落实停课无停学，每一间学校拢真用心地准备，好全校学生拢会使来参与这个课程。考虑到危险性甲每一位学生厝内技师甲材料，所以讲老师特别选较简单的料理，像即摆用电锅来烘饼就真简单，够好食。因为我们不希望孩子去群聚啊买食材。所以我们有一些材料比较小朋友或者家长平常比较没有留意到的材料，那由学校来做准备。那我们也希望孩子把自己的所见所得，透过留言板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发表。一方面，好学生伫厝内会使家己动手训练做家事；另外一方面，嘛会使借这个机会增加家长甲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伫厝内防疫的生活加一份趣味。